今日飛機出行已經成為行旅常態，機場安檢都非常嚴格，以確保安全。喺70幾年前，澳門就發生過一宗離奇劫機案，係世上首宗劫機搶錢。二戰結束後，港澳商人喺1948年喺香港註冊，開設澳門航空運輸有限公司，由澳門曾任經濟廳長、市政廳長嘅葡籍富豪羅寶擔任董事長。當時澳門未有機場，只能夠使用水上飛機喺新口岸水面升降，即係今日愛港碼頭嘅位置。飛機為雙引擎水陸兩用機，由戰時剩餘物資卡蒂蓮娜 PBY5A 型改裝，有30個座位，更有當時先進嘅無線電系統。澳門航空運輸公司喺1948年4月4號開幕，由時任總督柯維納主持航機澳門小姐號嘅命名禮。澳門小姐號喺4月9號正式開航。初時嘅澳門小姐號每日來回一班，大概20分鐘嘅航程。除咗受到港澳富豪歡迎之外，更加會轉運黃金。去到5月嘅時候，已經增加到每日3班。然而世事難料，同年嘅7月16日下晝5點幾，澳門小姐號自澳門起飛8分鐘後失聯。經過1日嘅搜索，發現飛機喺九陽洲墜毀，全機27人，只得男子黃裕生還。事後香港同澳門政府均展開調查。黃裕同警方話，當時係飛機爆炸墜毀。目擊者兼救人嘅漁民就表示，澳門小姐號一直正常飛行，突然直插入海爆炸。當飛機被撈起之後，更發現機身有子彈窿。警方認為事件唔尋常，仲查出黃裕之前有犯罪記錄，同時發現機上另有3名疑人，趙一鳴、趙昌、趙才。警方想方設法誘探，黃裕終於講出真相。原來劫機案嘅主腦係趙一鳴，佢負責購買槍械同機票，計劃起飛之後使劫機上嘅黃金同現金，但發難嘅時候，乘客同埋機師奮力反抗，最終機師死於趙一鳴槍下，身體壓喺操縱桿上面，引致飛機直插海面，機上26人罹難，僅黃裕1人生還。事件尾聲更係峰迴路轉。澳門法庭認為澳門航空喺香港註冊嘅公司應該交由香港審判，香港又認為墜機地點喺華界，佢哋冇權執法。結果黃裕逃之夭夭，世界第一個劫機賊無罪釋放，從此亦都下落不明。不久之後，呢一條航線亦都結業，成為澳門航空史上一段奇聞。